2026年第一批實現車厘子自由嘅人，而家全部中招。呢幾日，山姆、盒馬、永輝、腰爾馬車厘子堆到好似唔使錢咁，全線崩盤。5斤裝嘅3J 由259蚊跌到159蚊，30日暴跌40%，創咗歷史新低。網友全部炸晒，我琴日先係299蚊買，今日即刻變成接盤客。咁問題嚟啦。曾經象徵中產身份、價錢貴到離譜嘅貴族水果，點解突然之間變成地攤價？好簡單，因為而家車厘子真係多到恐怖。智利水果出口協會數據，25到26年度，智利要出口1.3億箱車厘子，每箱5公斤，即係有650萬噸。而中國呢，就食咗93%嘅出口量。換句話講，中國14億人，人均要食400克先稱得晒智利嘅庫存。過去10年，中國人對車厘子嘅瘋狂熱愛，硬生生將佢由貴族水果變成智利嘅支柱產業。空運、海運、冷鏈全部配齊，幾十條專線直達中國。以前係因為稀缺，車厘子坐正貴族定位亂咁定價，所以當運輸、種植全部工業化之後，車厘子直接跌落神壇，變返普通嘅農產品，價格自然就回歸原位。更加致命係今年嘅面子經濟直接玩完，車厘子嘅高光時刻一直靠春節送禮或者年終獎嘅福利撐住，越貴就越體面，越貴就越多人買。但今年嘅經濟環境唔同咗，公司就冇預算發福利，打工族亦都冇閒錢買貴價水果，導致5斤先至159蚊嘅車厘子，仲不如2斤嘅砂糖桔、一盒草莓嚟得實際。再加上物流革命加速佢崩盤。空運就貴到飛起，而海運嘅成本先至係空運嘅1/6。2025年11月18號，智利第一艘車厘子快線出海，計劃32個航次，比舊年直接翻倍。唔夠20日時間，第一船8000噸嘅車厘子已經排喺廣州碼頭，跟住嘅幾艘陸續到達。到咗12月月初，全國港口到貨量已經突破11.2萬噸。空運嘅貨未賣晒，海運嘅貨又堆到咩咁，唔跌先奇。咁而家可以抽底未啊？我勸大家唔好急，降價遠遠未到盡頭，因為真正嘅主菜仲未到。2月嘅上旬正係海運集中到港期，仲有30艘貨輪、20萬噸車厘子實入中國。未來幾週，全國直接進入車厘子賤賣嘅模式，供應大於求，商家死逼清庫存，打價格戰。價錢一定係會再壓落去。行內預測2月初好大機會會出現今年嘅最低價窗口，但都唔好等太耐。2026年春節啱好係智利產季嘅尾聲，優質果園嘅貨會越嚟越少。如果節日加上尾貨供應，價格可能會小幅反彈。所以想食最平最抵嘅車厘子，重點就喺2月份呢幾日。講返轉頭，價格節嘅盡頭未必係崩盤，亦都可以係平民化、平權化。當中產嘅標配水果終於行入平常百姓家，先至係真正嘅消費回歸理性嘅開始。